我諗頭先大家都好針對究竟係咪大家都有一個一致嘅立場呢樣嘢？咁我哋係哲學系就並冇參與即係6個學系嗰個即係第7個學系。咁但係唔代表我哋有一啲立場上嘅好大嘅分歧，或者係甚至係一啲矛盾。至少我希望可以講得出一樣嘢，就係有一啲基本立場，我諗我哋大家喺對校方嘅一啲行動上面有一啲共同嘅意見嘅。第一樣就係我哋認為學校今次嘅行動係今次嘅決定係比較倉促嘅。我哋希望提出嘅一樣嘢就係佢哋可以收翻佢哋之前嗰一個判決。更重要嘅一點就係一個新嘅一個公開嘅即係一個新嘅紀律委員會嘅一個新嘅一個仲裁啦，可能加入一啲新嘅委員喺裏邊啦，並且可以公開當中嘅內容同埋過程，呢個係最重要。另呢一個，因為呢一個呢個係一個我哋即係起碼我係所謂唔同於其他學系嗰個立場，但係我哋都係 focus 喺校方同同學之間呢一個教育者同一個被教者之間嘅關係。因為我都關心，我哋就係呢一樣嘢，好關心喺同學喺呢件事上邊能唔能夠得到被一個即係一個好嘅學習。其實呢個係更加重要過究竟而家件事點樣解決。因為可能大家對程式版嘅內容或者睇法都會有好大嘅差異，但係至少喺呢一件事喺校方呢個行動上邊，我哋唔能夠完全同意佢咁樣一種4日上晝審完下晝就換咁樣嘅態度，就去解決咗學校同校方就終止咗同學同校方之間嘅對話。我哋可以睇翻。喺自從判決咗之後，到今日為止，校方都未有任何嘅主動嘅回應啦。sorry， 大家即係未有任何嘅主動嘅回應或者協助啦，亦都唔知道佢哋事實上佢哋嗰個批判學生報，佢哋超越咗一啲界線嗰個內容嗰個範圍，嗰實質個討論範圍喺邊度咧？我哋都未聽到，我哋只係見到個